好，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宇权阿权妹。家人看到也短短的一个样片，伊其实是一个外地青年来演出的舞台剧，嘅一个预告嘅短片。啊，上来也内容係啲嘅講嘛嘅喏，其實也係啲嘅講，對苗栗咧也啊重慶嘅庇護工廠，韓國咩係苗栗咧也 EXR 組劇團也都有一個合作，有一個新嘅作品要同大家來分享。故所今日我來同大家好好來了解一下，接下來就大家來分享。今日節目啲都有請到嘅來賓哦，來分享啊重慶嘅庇護工廠嘅廠長，分享劉時義分享。大家好，我係阿重慶嘅庇護工廠嘅劉時義廠長。大家好。好，分享哦，來到節目當中，接下來就係大家輕熟悉嘅好朋友啊，來分享 EXR 組劇團嘅團長，分享林丕安分享。大家好，我係 EXR 組劇團嘅團長林丕安。分享，韓國下來咩係 EXR 組劇團嘅賈彥塔導演分享。大家好。我係張譚家燕。哦，賈彥塔大家好，講得很標準。謝謝。我相信大家對啊 EXR 組劇團全部就動手是因為一直以來都有作品來推出，對不對？也按當年來，陸續續都有上福起來咧，同大家來分享家頭嘅作品。啊，不過今晡日親貼片，來邀請到呀重慶嘅庇護工廠，這是一個跨界的合作，上係親貼片。然後我想要咩邀請個廠長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今晡日坐到也全部苗栗人，來同大家來了解一下庇護工廠上嚟呢個做乜嘅。哦，庇護工廠也係為到照顧身心障礙嘅人士在做些，啊做些冇辦法同一般嘅工作，安尼做前端，同嗰邊做些訓練嘅時候，就係教佢樣嚟做清潔，教佢樣嚟謀生安尼。就是人家說，給他魚吃不如教他釣魚嘅意思同樣。故所，也應該係苗栗頭一類庇護工廠，錯冇？到106年嘅時候，因為前後間苗栗前後間庇護工廠荒退過後，到106年過後又再成立一間庇護工廠，所以算是苗栗嘅唯一嘅一間做清潔嘅庇護工廠。故所人講地度嘅都係也有漫天使，我們很叫按到漫天使，啊其他就做得來天數做一條，比如講去啊斯坦尼嘅屋卡來做這樣子的一些清潔的按用嘅工作。啊唔講我想來問一下，像從中出廿嘅經驗，唔看到大概在苗栗有幾多位長輩，其實在苗栗按用嘅需求量是不是其實算蠻大的？一開始去做清潔的時候，因為苗栗身心障礙者一開始冇辦法做事，過來天意成立過後就遇到一些裝備需要人去同佢清潔，咁樣做起來差唔多本來規劃係35件嘅老人家可以天數同佢哋清潔，所以苗栗的話一下就會有咁樣嘅需要，做時候就看到有咁樣嘅需要天數嘅老人家，因為從我咪係苗栗人嘛，所以我就在台北上班，我就離開苗栗咧。故所像我搭拜轉去我咪當接看到，可能啲苗栗都係呀，設計係咧也就斯坦人，故所佢哋嘅係咧環境可能冇辦法安好，所以佢哋對按樣嘅清潔服務就當有需求。故所廠長真係非常感謝今日來同大家聊嘅，因為他不單只是照顧苗栗也就斯坦人，韓國每本也就漫天使也都有工作嘅機會，也都做得做動多事情。韓國唔單搶做清潔服務，也係投錢也衛生紙。大家香港做乜嘅投錢不起來嘅投錢，可以表現嘅衛生紙。哦，因為一開始在做清潔嘅時候，我去天數嘅裝備也都去同佢做清潔，嗰時候冇經費，所以後邊還有當到新年嘅咩時候。一些投入，所以人就很佢開始做衛生紙，要衛生紙買嘅錢，人就做得去資助一條裝備去申請障礙者去甲我卡天數同佢做免唔是錢嘅按樣嘅清潔。
哇，古时候有暗用嘅計劃真認同吼，韓國從中咩親友心來推動，也擺就特別同呀 EX 亞洲劇團共下來合作，係唔係來講一下做乜嘅？想到講愛留家條嘅故事來做出一個戲劇，因為一般來講可能都難想到愛做暗用很跨界的結合，這樣子。對人來講吼，是一條壯皮吼，會希望講一條同佢條做嘅事情再得留下來，因為佢壯皮佢也條想嘅。係因為佢希望講佢條過嘅安辛苦嘅日子，以後他敢冇同佢條窮樣，過來一條。就計劃同佢哋嘅全部嘅情節發生乜事情，就同佢記錄下來。啊，過來想講下嚟就講，當到東西也對人冇啲係好嘅東西，我同佢留下來。所以然之後慢慢地同佢故事全部下到網絡上面去。頭擺就有多嘅記錄就錯嘅。對，啊過來記錄完過後，因為後尾看到嘅裝批啊，就有講，因為後尾做啊嚟，佢就其實就高身體嘅，嗰個高身體嚟過後，希望講佢就會一些事情做得本他家己，講其實冇啲有一些咧當辛苦嘅人頭嘅安樣嘅生活，同佢變數過後，佢就發生嘅故事就同佢記錄下來。我覺得人家係一個。導演想到像黑糖豆從中安用功，我就覺得有一點很不可思議，就得用安用嘅方法記錄下來。但是我咩當初來問講，其實劇團有當多種形式嘅表演，一個唔單唱劇團，有可能係電影啊、翕相片啊。從中有冇想到講愛情 EX 亞洲劇團共下來合作咯？一開始係因為我先看到一個106號遊記。因為佢咩台嘅演出我們美麗的故事。滾滾出網行嘅片是嗎？佩蘭姐。是。所以這是什麼時候的作品？我們在2020年的時候在出黃坑首演。哇！而且還在出黃坑。是。哇！出黃坑。嗰種時嘅從中就有看到。因為嘟嘟和嗰時人做一隻老人家，也是他就住在那旁邊。對，所以給嘟嘟和嘅故事就會有讓我們有共鳴。我們一定要把，因為一條壯皮人生前後一段路，佢同我講有尊嚴的活着，在最後一刻，我們覺得佢還能有再得記錄下來嘅事情。哇，我覺得很珍貴，就得。苗栗的庇護工廠，韓國苗栗的亞洲劇團，共下來做演出，苗栗嘅斯坦營嘅故事。所以我也想問一下導演，覺得，想要借由這一次的清潔日誌，你想要給你的觀眾什麼 ？What you want to give to your audience？我覺得剛剛我們會自己說的，我們會聽過很多的，現在我們會說老人年代越來越世界這樣子的。我其實我們會理性來會聽理解些，大家都會理解。可是我們會主動，不會想什麼做可以說什麼，因為理性理解跟心理感覺是很不一樣的。所以我覺得我們做藝術，我們會呈現，大家可以共同分享這個的那個主題，大家可以一點點了解。這個是我覺得藝術可以幫助的話，這個是我們藝術的一個很值得的。所以我就會聽過這個故事的時候，我覺得讀書老人跟那個漫天池的他們的那個狀態，這個觀眾跟分享可以理解人性的我們的那個感覺，可以同理心這個東西，就是你聽到跟實際上看到的感覺是不一樣的，是希望讓觀眾可以直接看到，很真實這樣子的感覺。那團長也同時也是這一部《清潔日誌》的這個製作人佩蘭姐，同大家來講一下，其實我想要尋一條資料啊，還有前面按用嘅準備啊，聽說都辛苦咗冇？對啊，一開始思逸來找我們的時候，在我們這個計劃2022年就啟動了，然後主要是2024，對，2年的時間，因為主要是在所有的田調過程中，我們會覺得說，它不是只是自己想象寫了一個劇本就搬上舞台，所以我們帶着工作人員、帶着演員、導演，然後一起去
拜访，就是独居长辈，看到他们实际上面的住屋的状况。我们可以稍微形容一下你们当初看到的感受。我其实做好了很多心理准备，我口罩戴了2层，但我进去之后，我还是没有办法待里面超过10秒就出来了。他们不愿意这样子，只是没有办法。是它整个的环境，主要是你超乎你想象的那个气味，你会觉得说哇，我回来之后常常1个下午都会要沉浸很久，就会反复思考，觉得说我们人生哪有那么多好抱怨的啊？就是你的整个的住家的状况跟你有的这些资源，那也跟导演分享了，我们去看到很多独居长辈他们的状况，分享他们的故事。了解之后，然后以及漫天使去帮他们做清洁，然后漫天使的工作。那时候回来跟导演讲的时候，他还是没有办法那么深刻的体验，就直到他踏入那个独居长辈的家庭的那一刻，他就是整个都会知道说，哦，原来我在说的就是那件事情。所以也就更加深了他觉得希望观众在进来。看这出戏的时候，除了故事之外，他也给舞台设计了一个考题，希望是有气味的一出戏。哇，按勇讲阿希，我觉得更期待了。这不仅是一个懂 TP 的主题，还有懂 TP 的跨界，故说还有懂懂内容，儿童睇下来分享，先休息下，等下再个再来讲。好，非常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紹介下青年日子檔案啲啊，7月初6、7月初7啲苗栗我來演出了。故說今日有請到包含呀算故事嘅戲頭啦，對不對？啊，從壁虎工廠嘅從中來到節目當中，韓國妹有請到 EX 亞洲劇團嘅團長韓國導演來到節目當中，就來同大家來分享，新來一個舞台劇。这个跨界要怎么达成？韩国怎么该不会按压到名的很多清洁日志档案？那时候去那个看漫天使他们的工作，做田调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其实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们的清洁日志的这个记录本拿出来。然后就发现说，哇，每一页他们的记录就是他们工作的过程，每一个独居长辈在哪里，然后他们几点到几点做了什么事情，就仿佛那个整个的档案就是一篇篇的故事，哇，就会觉得说啊，我们其实想的这个剧名也想了很久，然后最后决定就是。用清洁日志档案的意思是，它其实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篇章。今天可能有100、200，接下来还是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可是我们如何希望把这个故事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然后那清洁日志档案里面的这一个故事，主要是在讲漫天使文聪跟阿慧两个角色，对，然后他们到独居长辈，因为有很多的个案，所以我们跟编剧还有导演，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个案，把它做一些串接，然后让大家对于这个主题能够有更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认识，然后最后就是漫天使跟独居长辈发生的一些冲突，也让我们看到，其实在很真实里面的状况是什么。当然，我们其实，在做田调的时候，我们感受到那个独居长辈跟漫天使，真的是觉得说，哇，他们的乐观，给我们带来的整个的那种希望，也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戏能够传达出去的。故事哇，故事也係暗用嘅故事，啊，唔講誒，知道誒，剛剛有講到呀，全部都是真實的故事，就是它是一個 real life，但是你要把這個 real life 變成一個劇。其實要把衝突放進去，要把細節放進去。導演在覺得這樣子的編排過程，有沒有覺得很困難的部分？還是有了，因為
一个人的故事，从就是刚刚回去我们会做戏嘛，还有冲突过程什么的，要有高潮啊。对。then 我们会讲一个故事，是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这个是一个现在我们会面对的一个故事。我自己很怕，我怕的是不是死亡，我怕的是我老人的那个过程。我老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我不能自己一个人会那个照顾自己的时候，没有人照顾的时候，我什么活这个生活这个过程是最恐惧的过程，是这个观点来看的时候，我觉得突然的有意义，我有兴趣。then 我会很多我们会看出什么社会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这在老人年代做了我们要什么了，好了，我理解了。可是我们真的没有面对，我们会得到这个经验，所以我会进去，我们会他们的家了的时候，氛围看到他们的生活，直接看的时候，我的恐惧都变成2倍3倍了。所以这个的时候，我会很突然的，我会自己感觉到这个重要性跟它的急迫度跟观众跟分享的。所以呢，很多不一样的那个我们的填调的那个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我们会集中。说这个我们会讲的是不是2个独居老人的那个角色是2个的，可是我们会讲的是不是2个的，其实很多人的。这个我们会他的身上发生累积，这样子的一个呈现，所以但第二个，我觉得这个戏里面很重要的是，对这个老人年代的这个问题都一直都会在，可是钱有了就可以解决吗？重点就不是钱，这个是一个人的一个共同性。我会觉得我们会感觉到，我们会愿意社会的这种的一天，我的身上会发生。所以这个是什么解决呢？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漫天使的重要性，就我觉得这个戏里面很重要的他的角色，因为他们有他社会里面他没有他自己的一个位置嘛，大家都觉得他们是什么社会里面他们加入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可是他们没有价值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社会里面他的没有一个 value 的时候，他们没有生命的没有意思。So how we are going to give a value to them？ 对 ，and 老人家 also 有他们 also 感觉到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活的一个 value。这个的建立是什么？可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戏里面的我的考虑的点很大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部分，就係想要透過亞普戲劇，本大家來關心亞老人家自家帶嘅問題，韓國每本亞就韓國漫天使亞就身心寵愛者嘅就可能冇辦法啲社會向前到起下嘅價值，唔過透過安樣嘅方式，本大家要。透過看劇有一個很深切的感覺，去感受到家的需要天數的素材，自己去自發的去關心它。而且剛剛P文記沒有講到，就是從2022年就開始在做前置跟填調了。不過其實第2023年的時間有辦一個讀劇的活動。那這個讀劇的活動，因為從可能對於舞台劇沒有這麼熟悉的觀眾朋友，可能會唔知讀劇是什麼？我們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讀劇是什麼意思？讀劇其實ESL劇團其實非常重視文本，所以其實在金節日誌的裡面，我們其實花了最多的時間都是在文本上面的編作。所以在2023年的時候呢，我們希望說透過這個演員，他單獨的去把這個劇本，讓觀眾透過聽覺聆聽的方式，更專注於故事的發生。所以他在當下其實是沒有太繁複的燈光啊、舞台啊，然後服裝，就是比較像是大家比較可能想象就是廣播劇吧，有點像是聽廣播劇。其實我有看過片段，我覺得比廣播劇還要再更豐富一點。你們的演員其實有一些表情啊，或是一些走位啊，他們已經有呈現出來。對，然後導演也是希望說，透過這樣的一個，讓大家比較能夠在初步感受到他們的內心的狀態。所以讀劇的部分就是演員先讓整個故事4/5說完了，留下最後的 ending，其實是沒有說完的，還沒說完，就是不能破梗，不能讓大家知道。是的，因為這個主題是我覺得太重要了，所以我們覺得一個創作是
我们会创作以后，它的后面的效果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嘛。所以呢，I don't want to take the risk。说我们会一个听剧的概念，他们会听的，感觉的这个戏会有效果。所以呢，我最后一个是我呈现完整的，所以第一个赌剧是一个 try out 的概念。所以对于导演也是一个尝试，对不对？对，其实看看结果会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其实蛮挑战的，因为他要一直去拿捏一个，因为在真实案例里面，你说他们很惨吗？真的是。那个状态里面，怎么样让观众在看的过程中，抓到那个核心，比较多是回过头来去想，我们还可以做什么？那个反思的部分，透过这个戏，其实我们并没有要去强化里面的所有的情节，把它变成非常的戏剧性。但是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是在读剧的时候，我觉得给我最大的一个回馈是，那时候漫天使也有在现场看了这个作品。那他们的回馈是什么？厂长分享一下好了。你有带着漫天使去现场看？对，其实一开始带他们进去看的时候，因为我后面的一个回馈就是，身心障碍者他们从不管在求学阶段还是在成长阶段，其实社会的包容性对他们来说比较不够。他曾经也跟妈妈说，他在这里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因为身心障碍者他被生下来不是他能选择的，他一生出来就是这样，所以他们重新再找回自己的价值，去认定自己的一个人生的定义。所以他再回到剧场去看到演的故事的人是他。其实第一步就是他们很高兴，第二步就是他们其实在私底下分享是流下眼泪的，因为他不知道说其实他们以前都没有这么被肯定，可是现在开始他们觉得他们可以为社会付出一点事情。有人说他们的故事。我觉得很感动，而且厂长找对剧团的，其实都阿竹跳团都得花这么多时间，很用心去做这样子的填调跟前置准备，所以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其实读剧的内容也不仅仅是读剧而已，其实主编还有都包含讲座啊，然后包含一些画展啊。我看到那个妞妞的画，我也是觉得天哪！我真的没有美术天分，我真的觉得，因为我以前就是一个不会画画的人，但是我看到妞妞的画，我真的觉得天哪，很厉害，我很像真的就是在看一个很完整的画展，然后跟着读剧的作品包在一起，所以要古业那列全部就黑 V 到来筹备这个我们即将要来演出的清节日志档案，都7月初6、7月初7的美丽而来演出，还有当中内容儿童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个转来。好，分享大家有陣到福起來咧，我係總演員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阿從前嘅庇護工廠，韓國 ES 亞洲劇團向下來跨界合作，作為一個按到清節日誌檔案嘅一個舞台劇，到7月初6、7月初7，啲美麗愛同大家來見面。也係一個輕無簡單嘅故事。第2023年，剛才有講到，有同大家來分享讀劇，韓國有講座，韓國甚至有呀，剛才有講到妞妞的畫展。这个妞妞这个艺术家，我真的要用艺术家来称呼他，因为雅给发面他的画的颜色，我觉得非常的缤纷，然后用的形状的组合我也很喜欢，所以我们再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妞妞的故事，好不好？妞妞她的原名叫白思颖，她其实是阿昌的那个失忆的侄女。所以他取的这一个画作的名称叫希望。一起搞那名哎，他自己取的。是。为什么会想要取妞妞？为什么会想要取希望这个名字？其实就像我一开始说的，身障其实他都是没得选择，而且他自己也是罕见疾病的一个孩子，他眼睛看得也不是很清楚，然后也听不到，所以对他来说的话，就是因为他一路上他都在心脏也动过大刀，然后脑也开过刀，
那我记得有一次就是他脑开刀是失败的，他只要在医生的诊间里面超过5分钟，他其实就掉眼泪了，因为他听不懂，可是他知道未来他状况一定不会很好。那他那时候开刀的时候，我们就帮他画了一个在我们的卫生纸上面，当时就是也是给他一个希望，希望说让他知道说其实大家都是关心他的。那我还记得，就是那时候他把那个卫生纸一直放在他的枕头，一直陪他到他手术结束。因为他也看不到也听不到，后面他就开始了一直在创作画，因为这表达他内心的一个世界，因为他相信我们这么多人在帮他，他人生还是有希望的。对，所以要来发展很多希望。其实董接糖豆爱用的故事，就会知道，我们是不是其实也可以做什么？那这一次在这个清洁日志的 DM， 黑公太有拿到呀，这 DM 给 Boy Health， 其实有大家可以协助做的事情，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自己的力量，能够做一点点小小的改变。我们是不是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因为妞妞她其实发生很多她在学校里面的故事，对，我们就发现说，不管是导演在讲对于一般人同理心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在学校里面更需要被提醒，更需要被关注的。所以我们希望偏乡的孩子，很多的学校有特教班，这些学生如果有机会能够进到剧场来看这出戏，我想对我们来讲，这一个整出戏的整个的意义其实是更能够打中我们想要做的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启动了一个校园的圆梦计划。所以不管是个人的小资或者是企业，你都可以联系 ESF 剧团，然后一起来帮助我们，一起让孩子可以走进剧场来看《清洁日志》这出戏。很棒，我觉得就是想要推动新人的本身人的行路剧场，行路剧场有件事情同重要以外，去管出有件问题。没懂重要，因为有上是新人呢，毕竟他们没有这么了解对这个世界应该要怎么应对。有时候唔见得家的有坏心肠，不一定是有坏心肠，他们不见得是恶意的，但是有可能他们无意之间的这一些举动，就会造成我们所谓的霸凌这样子的问题。那这个对于我们想要关心的对象，这个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故说希望大家做得来好好来关注一下这个ESR组跳团的这个清洁日志档案亚普希卡，因为以爱讲跟议题动态，两位制作野心很强，因为要做这样子的是一个结合，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导演在整个过程里面，你觉得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让你最印象深刻的事情？困难的是，刚我们会聊的这个主题的，这个是他们是真实人，真的生活里面对的。可是我们会演员还是会演嘛，所以因为我们是找演员来，比如说扮演慢天使，是老人读书老人连的慢天使都演员会演嘛，所以一个真的跟演的两个还是会有一个落差。所以我们的最困难的是什么样？观众直接可以感觉到真的那个心态，这个就给的这个东西，演员不知道他不成功的话，我们的全部都失败了，对不对？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压力很大。所以呢，可是演员们真的很忙，他们很投入，他们觉得他们自己会进去看观察什么什么的。中间我们会排戏的时候，慢慢他们会还没有观众那个感觉到前，演员开始感觉他们会说注意这个重要性，说他们的一个投入，他们会感觉这个是我觉得最少还观众不知道什么感觉，可是 at least 演员我们会作品的加入的人的改变感觉度，我们会这边排练的时候感觉到了，这个是我觉得很值得的。我光想我都觉得演员很挑战，演员要做这样子的演绎，他第一个他也不能演得很刻板，对，然后也不能演得很夸张，但是他必须要拿捏得刚刚好。这个演员有没有？这怎么找到演员的？其实我觉得两个分享，一个是演员他在做田调的时候，他们回来第一个分享的是，他其实觉得他们跟慢天使，或者是在接触独居长辈的时候，他们看到了自己的某种之后的状态。
其实对他们而言，回来他们第一个分享是我们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我们内在呈现的那个感受是什么。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在读剧完了之后的观众反应，就是觉得说，哇，他们的阿昌清洁庇护工厂的辅导员就觉得说，你们这些演员对他们而言，真的几乎就像漫天使的化身，非常厉害。哇，所以连阿昌不是阿昌啦，连失忆都这样子觉得，阿昌都被叫阿昌，因为他的名字这边就写阿昌，你知道吗？是，对，所以失忆自己也有这样子的感觉，觉得看完他们的演出，就好像把你们演出来了，把他们演出来一样。没错，因为我还记得那时候他要演出之前，他就是带着这些人到我们的这边去1对1的去观察，对他们的一个状况跟对表现这样子，所以演出来当下我们其实是有吓到的。哇，那我们现在这个节目里面最刺激的，但今天不能太刺激，我们今天走一个很温情的路线。有发给跟欧勒姆马盖脑，就这一次的演出《清洁日志档案》里面，3位觉得让你们最感动、觉得最喜欢的角色，投射最多的角色是哪一个？我先让佩安先说好了。我会觉得是辅导员里面的那个角色，对，因为那时候我就问过导演，这个剧本的3角结构，它看似是漫天使跟独居老人，但是我会觉得他真正幕后的主角，如果没有阿昌清洁庇护工厂这群人，这些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它就是我们的日常，但它很重要。哇，所以是辅导员的角色，那导演呢？我不想选角色，选不出来。不是因为他们全部角色都我自己心里面想，就是每个人都很重要。可是我觉得我的最喜欢的是不是角色，一个概念。那个漫天使跟那个独居老人的搭配的这个概念，就我觉得这个是太厉害了，这个是我最喜欢这个。导演说，我真的是觉得这个搭配太厉害了。自己说有没有？真的就是想要推荐，好好的推荐给大家，而且他也选不出来。那我们的厂长呢？我觉得啊，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也是一样辅导员，为什么？因为我那时候在看舞台剧，他连我们讲电话的那个状态，连那个语气都一模一样，对，让我们真的当时看到有一点觉得，连讲话的语气都可以学进去，对，我们就觉得当时是蛮惊吓的这样子，真的是很用心哦。那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妞妞的画展叫做希望嘛。那如果我们大家都要讲一个愿望的话，大家的愿望是什么？一样，佩安先。我觉得这出戏教会我一件很宝贵的事情，就是我对家里面的长辈有了好多的耐心跟包容。哦，真的好重要，真的。我们小时候爸妈都很有耐心照顾我们，但是我们长大的时候都没有很有耐心的对待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没有办法好好跟他们讲话。对，就是忽然就是很理解，就是为什么独居长辈他在一个人的状态，当他想要有人去协助他的时候，他其实是求救无门的。然后也反射回来家里面的漏影嘎，有一天他们老的时候，我们这些子女在身边，我们为什么不能就好好做很简单的事情？其实他们的要求真的都不太多。哇，导演会开始想家吗？是啊。我的期望是，我觉得 only 这个戏是一个小的一个部分，可是我觉得我比较会想的是，那个人的那个同理心多一点，这个世界比较会好。所以呢，我们大大小小的这个是开始，可是我们会开放，比较会大家比较那个同理心，这个我希望未来能够多一点。我觉得真的超谢谢导演对于印突在这么远的印度来到台湾苗栗做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谢谢导演。那我们的厂长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愿望？我的愿望其实这一出戏让我觉得一个愿望的我们其实独居老人还有一个核心点，因为我们其实很多年轻人在乡下都是北漂或者是南漂，家里面就留着一个长辈或者是小孩。其实我们会发想就是，让苗栗很多的乡下地方街道的灯可以点起来，因为我们可以回家去陪自己的父母。
甚至于夏日有空的时候，其实可以回去看看父母。这是我们其实一开始做独居老人，很希望让大家有一个不一样的想法。我唔错，故事我相信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一定會知道非常非常嘅感動。同大家來分享入邊嘅清潔日子檔案咯，清潔日子啲7月初6、7月初7，按部時頭7點半，韓國下晝頭嘅2點半啲苗栗縣政府嘅觀光局的中正堂就是苗栗應該大家都知一個所在做得來買票來欣賞，那做得啲OpenTix 都可以買到我們的票，或者是直接去請阿祖劇團苗栗人。都抵嘛，對不對？故事大家聽咗嚟多多支持，希望以什麼3位嚟到節目當中，謝謝。到節目嘅前面，其實佢都沒有帶來一類算是驚喜吧，要同大家來分享，係啲有關呀清潔日子檔案嘅應用樣片，大家共下來看。節目好看冇啊？好看歡喜來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記得攞樣片分享出去，還個到歡喜來嘅面書網站，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還個樣片記得分享出去啊！